超 juicy， 1400食全條炭火燒魚定食，正啊！今次呢間嘢呢，就喺秋葉原嘅ヨドバシ，咁我哋上去8樓，間嘢就比較隱蔽嘅。咁門口有啲 sample， 你大概知道佢係咩樣嘅。咁價錢都1000yen前後。咁座位都算多，基本上唔使等位。menu 有齊中英日韓，實睇得明。如果中意飲啤酒嘅話，一定要叫呢個 Asahi Premium Jukusen。呢個真係唔係得好多地方有。咁佢嘅製作時間係比一般啤酒長，口感同味道亦都更加好。咁終於到今日主角，佢喺度反條魚嗰陣，你都感受到嗰種震撼。個燒豬肉都好正，係真係成條魚開邊。等我擺隻筷子俾你對比下，真係好 juicy， 睇到都知正，起埋兩邊啲骨，真係啖啖肉啊！咁高質嘅燒魚真係不得了，兩個人加埋低4000yen唔使。咁就係咁多啦，想夠睇好西嘅啲 follow 讚好，share埋俾你朋友，試過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H 哥一 H， 下次再見。